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大張教室，我係大張姑娘，好耐冇見啦。我知道咧今日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，咁今日應該係咧2025年啦，下半年度咧復康中心嘅畢業典禮啦。咁我都知道我好多我以前識得嘅同學仔咧，應該都今日畢業啦。咁咧出席唔到大家嘅畢業典禮啦，咁但係咧，我喺心裏面咧都好掛住大家。因為工作嘅關係啦，咁我又真係攞唔到假嚟探大家。咁但係我喺度咧都祝福所有咧畢業嘅同學啦，嚟緊喺完成咗喺復康中心嘅訓練之後咧，有一個新嘅開始，亦都係嚟緊嘅生活咧應該更加嘅精彩嘅。當你哋喺復康中心裏面咧學咗好多唔同嘅技能啦，無論係行路嘅技巧、煮嘢食嘅技巧、日常生活嘅方法，仲有手機，仲有點字。我希望咧大家係都能夠將呢啲技巧咧能夠靈活運用喺日常生活啦，多啲出街，多啲煮嘢食，日常生活咧多啲自己做。令到咧肯定自己嘅價值，咁咧我都祝願大家啦身體健康，因為而家都天氣開始有啲轉涼啦，咁我哋好多朋友仔都係其實年紀比較大咧，都唔係淨係即係仲有其他嘅病患，咁啊希望咧大家都係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，咁咧祝大家咧繼續前程錦繡，路路平安，係啦，咁啊希望咧嚟緊可以同大家多啲嘅傾偈啦，依排係出少咗片噶。因為真係好忙啦，轉咗新嘅工作，但係咧，其實我日常生活喺街度啦，我都會諗起大家啊，大家唔知大家最近學嘢學成點啊？能唔能夠有需要嘅時候，之前都好想拍多啲片咧，去將我識嘅嘢咧分享俾大家聽。咁啊嚟緊我希望啦，我新嘅工作都已經做咗就係3個月啦，咁啊越嚟越開始上軌道啦，咁亦都開始越嚟越適應啦，咁啊當我啲嘢又再熟習咗咧，咁我就可以更加多時間同大家拍片傾偈，係啦，好啦，咁啊講到呢度，因為我都係抽返工少少時間咧，走嚟同大家拍個片，跟住就 upload 俾大家啦，希望大家睇到啦，睇唔到嘅，麻煩大家睇到呢條片嘅朋友仔都幫我 forward。俾一班真係今屆畢業嘅同學，希望佢哋各樣安好啦，拜拜。